湖的女情人要求复合，查甫的外竟然就讲放火烧厝。这个住伫新北市中和的越南籍的查囡仔，甲男朋友交往半年外，两个人观念未合，不是咧冤家，所以男方决定甲这个感情甲切掉。但是查囡仔思思念念要来挽回着感情，让对方外，就传简讯互对方讲，要互你付出代价。1点钟后，赶着汽油去共放火，甲人的客停车、甲人的奥多麦总烧掉。一楼会不起火，赶快！出入口汹涌着火，消防人员接到报案，随油水线拍火。无谓的全部都逃出！目前已经出水，已经火势熄灭。用真侪时间才总算把火拍花去，不过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看监视器画面，一个小姐手灌汽油，伫咧出入口看起来鬼鬼祟祟。过不偌久就着火，厝边头尾的人拢走出来看，有人斗相共报警，阁有人想要斗相共拍火，处处惊一条。啊，嫌犯竟然是后生情侣朋友。很痛苦的，我差一点死掉了。来的很好啊，很有礼貌。我看不出来他会这样子。代志就发生伫咧2号暗时啊，新北市中和民乡街一间住体，原来厝主后生洪先生透过朋友绍介识黄小姐，两个人行半年外，煞定伫咧冤家，互洪先生提出分手。这个小姐就讲卖啦，煞互拒绝，就去甲传电子批，爱对方付出代价，尾仔就摕5罐汽油，甲客停车的门把烧掉，奥多麦椅子啊含龙头嘛规个毁掉。阮嫌双脚有烫伤起水泡伤势。其余无人伤亡，全案警询后依刑法纵火、毁损及恐吓罪，移请新北地检侦办。为过去爱人仔变做放火嫌犯，小姐做戆代志，佫险发生严重灾情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